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瞌睡怪来了。从前，有一个小女孩，她的名字叫果果。果果是一个超级不喜欢睡觉的小朋友。每天晚上，妈妈一说准备睡觉咯，果果就立刻变身成夜晚探险家果果队长。我还不想睡啦。果果撇撇嘴，我还要帮玩具开会，还要检查床底下有没有怪兽哦。他喜欢的就是把棉被变成帐篷，手电筒一开，就开始玩玩具、画图，玩到眼睛都快粘起来了才睡。结果呢，早上妈妈叫他起床，像叫一颗粘在地上的年糕一样难。这天晚上，果果又窝进棉被里，打算开玩具会议。就在果果拿着手电筒，躲在被窝里准备开玩具秘密会议的时候，枕头突然开口说话了：果果，你又在熬夜了。果果吓了一大跳，手电筒差点飞出去。他睁大眼睛，是谁？谁在讲话？突然，枕头居然动了起来。我是你的枕头，叫马吉。那个声音说，你一直不睡觉，我都快没办法帮你守住魔法时间了啦。什么魔法时间？果果睁大眼睛，就是你身体自己开启的超强魔法呀。睡觉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会偷偷帮你长高，变聪明，还会把今天累坏的细胞修好。但这些魔法只在晚上开工，如果太晚睡，他们就下班啦。所以我不睡觉，魔法就没办法开始咯。果果小声说，没错，我只是帮你抱住脑袋和梦想，但真正的魔法是你自己身体里的。如果你不睡，瞌睡怪兽就会来捣蛋，让你明天精神差，脸皱皱，还打不赢数学小怪兽哟。果果哈哈大笑，才没有这种东西嘞。但他不知道，真的有东西正在接近他。果果刚刚打了个超级大哈欠，突然整个房间变暗，墙壁开始晃啊晃，仿佛进入了奇怪的梦里。谁在那里？果果大叫。从云朵里冒出来一个圆滚滚的怪东西，眼睛半开，嘴巴打着哈欠，拖着一条棉被尾巴。瞌睡怪兽。
哎呀呀，又抓到一只不爱睡觉的小孩。他打了个喷嚏。不睡觉的小孩最容易被我带走。我才不要跟你走嘞！果果抱着马吉大喊。你不知道吗？瞌睡怪兽边说边抓痒痒的肚子。不睡觉的小孩会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瞌睡怪兽掀开一面大布帘，上面出现好多画面。一个小孩上课打瞌睡，被老师点名，还回答：“我想吃蛋糕。”有一个小孩3年都没长高，因为他每天都很晚睡。身体里的生长激素长到小精灵太累了，根本没力气帮他拉高高。一个孩子早上一直生气，连平常最爱的火腿蛋吐司，他也嘟嘴说：“这个味道不对，我不要吃。”一个小朋友晚上老是不睡觉，结果呢，1个月内感冒3次。第一次是流鼻水，像水龙头关不紧；第2次咳嗽，像打鼓；第3次打喷嚏，喷到连他的玩具小熊都想搬家了。最后一幕，有个小朋友在考试，却一直抓头发呆。他小声说：“完了完了，我昨天太晚睡，脑袋像果冻一样软趴趴的，什么都记不起来了。”哇啊！真的假的？果果吓到了。马吉趁机补充：“你知道吗？睡觉的时候，身体会帮你修理受伤的小细胞，还会分泌一种叫生长激素的东西，让你长高高。而且，大脑也会利用这段时间，把今天发生的事情整理成记忆，这样隔天才有精神跑跳和学习新东西呀。”瞌睡怪兽说：“来吧，眼神迷迷糊糊的果果，跟我去哈欠王国。那里的床一躺下去就起不来哦，永远都醒不来哦。”“不不不，我不要！”果果大叫。哥哥拍拍果果：“咦，你刚刚睡得好熟哦，还一直说不要去哈欠王国，是梦到哪只怪怪的瞌睡怪兽啦？”果果哇的一声醒来，才发现自己躺在床上，马吉还在他头下。哥哥皱着眉头：“你知道吗？9点前睡觉，身体才会分泌长高的魔法激素耶。不早睡，明天不止没力气，还会矮1截。我才不要和哈欠怪小矮人一起走路上学嘞。”从那天起，果果决定晚上8点半就开始刷牙、洗脸，跟马吉聊天，让自己准时睡觉。他也学会让房间安静，关掉太亮的灯，不再偷偷玩玩具。几个礼拜后，他发现上课好专心，
不再打瞌睡，长裤竟然变短了，长高了。妈妈说她气色变好了。哥哥摸摸果果的头说：“你这几天有早点睡哦，脸看起来比较有精神耶，果果变漂亮了。”亲爱的小朋友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的身体就像一座魔法花园，只有在晚上乖乖睡觉时，这座花园才会偷偷让你长高，变健康，变聪明哦。如果常常太晚睡，魔法就会跑光光，身体会变得没力气，大脑也懒得工作，还容易一直生气、感冒、打哈欠。所以记得，如果可以，每天晚上9点前上床睡觉，让魔法开始运作，像果果一样打败瞌睡怪兽，变身健康小超人吧！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别忘了订阅频道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